妈型的妈型的动词，用这个动词开始，在我们的句子里面先讲动词，不过是使用构词的方式那构词的方式有5种，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努咪型，你们按技术的后面就可以讲很多话，咪那弄个都那弄咪就是用咪，再来就是用妈。第3种是中缀的 on 目前的话，我们是统计只有这3个呆腻呆辣，或者是毛热这样子也许还有，我不晓得。那第5种呢，就是独立的形容词好，这个是我们上次没讲到的。那我们就继续讲一样就是独立的形容词的话，我们的字根其实都有po 上去我们应该都有下载。那一样我们使用的方式也是一样，就是我提供这3句一个是主动的句型，再来就是强调句，第3个就是祈使句。其实这3种方式说话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容易讲到的，就是一定就是这3种，大部分一定都是用这种方式说话。那当然还有别的啦。好，那独立形容词有哪些呢？自己找一下找那个单词表。好，我这里讲的是这个里巴哈。好，主动句型的话，很简单，就是所谓的独立所谓的独立就是它不用去加前缀、中缀，它就可以单独使用，叫做独立的这个形容词那里巴哈是形容词就是高兴、愉快、愉悦的意思那如果说妈妈很开心、很高兴、很愉快、很愉悦，就是用里巴哈也可以，里巴哈提因呢这样子不过我这里先提醒一下我把这个里巴哈目前是放在这个独立形容词这边它好像也可以，就是有一些部落会把它编到这个妈型。我看的那个蔡宗涵的那个，蔡宗线上词典那边，它是用妈，它用马里巴哈这样。它其实，我就不硬性规定说，它是属于哪一种型的。对，那我也不评论对还是错我们都可以去使用它，就是因为有人用了，就是用妈型，那就用妈那它也是可以独立的所以所以如果说你在看那个蔡宗涵词典的话，你可能会看到那个有那个马里巴哈这样的那我们部落也有这样讲。好，那这里呢，我就让它在这个独立形容词这边来使用。所以妈妈很开心，就是里巴哈吉呢，就是讲的就是妈妈很开心。好，这是主动句型。我边讲，我们就可以边写待会呢，主动句型你就可以把这个独立的形容词放进去，那后面稍微更改一下，就可以练习一下第1句那第2句呢，如果一样使用这个里巴哈，如果我要强调句呢，我要去强调这件事，而且我是有对象的，像我现在在网络上，我跟各位说话，那你的对象就是我，所以我要跟你讲说，咖喱巴哈吉呢，好，那意思是什么？加了一个嘎强调句的话要加一个前缀嘎，咖喱巴哈吉因呢，就是妈妈一定要，所以这个嘎就是有必须的意思，咖喱巴哈。但是在这里我只是强调，咖喱巴哈吉呢，我只是在跟你讲，说妈妈一定要开心就是，但是
我也没有强迫你去做这件事啊，就是说使妈妈开心这件事。那你要不要让妈妈开心是你的事，我只是在讲我的想法，我只是强调而已。咖喱巴哈子赢了，那你要用什么方式让妈妈开心，也是你的事，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强调句而已，那跟第三句的祈使句又不一样哦。一样，如果我对你说咖喱巴哈，那就是强调哦，就是命令你一定要开心哦。咖喱巴哈，哦，就是一定要开心。好，那我们来练习看看哦。我们线上的学员，不知道都有到群吗？啊，秀兰姐有在，然后 Alex 有。好，那我们一样啊，就是用这三句，我们找那个独立形容词，找独立形容词出来，然后造句看看哦。如果说你有想到，或者是看到、查到有另外的形容词，都可以自己写上去哦。独立的，它是可以单独使用的。所谓的单独使用，就是在主动句型的时候，它可以不用加前缀，就可以表达意思的。好，好，我们来试试看哦。慢慢写没关系哈。好，那个不晓得大家进入状况了没有？我没有讲太多的那个前言，是希望时间可以多一点，就让大家可以多一点练习这样。好，那我这边先说一下哈，因为这个 PPT 这边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嗯、因为没有受词，所以就没有被动句型。因为那个开心没有说我被开心哈，所以它是没有受词，就是没有那个被动式。好，那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哎，反照的古鲁米亚什阿尼尼，今天天气很好。嘎反照的古鲁米亚什阿尼尼，今天天气一定要好。嘎反照一定要好。好，好，谢谢 Alex。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Alex 的例句哦。仿扎了，仿扎就是独立的形容词嘛，美好的或者是很好这样。仿扎的古鲁米亚什阿尼尼。尼尼就是现在，或者是讲今天哈。那 Rumiat 的话呢，我们有时候会，这个我先说明一下哈，就是如果我们说，因为有的人会这样讲，今天他会讲尼尼啊 Rumiat，有没有？尼尼啊 Rumiat 是讲现在的这一天这样子啊，所以讲的是今天嘛，尼尼啊 Rumiat。那如果是在这一句里面放 Zargo Romiat，那怎么解释？如果我那个阿尼尼先省略哈，如果说放 Zargo Romiat 就是天气很好，所以这个 Romiat 变成天气哈，气候。那气候指的有可能，所谓的气候，它是比较包含性的，它可能就是说，嗯、有含温度，温度跟就是说，温度还是什么，就说样子啊，有的是出太阳，有的是下雨嘛，哈，有的下雨不一定温度很低嘛，所以就所谓的这个 r o m a 就是气候或者是天气啊。那天气其实用中文就可以理解了，它包含的那个范围会宽一点哈。所以我们说仿扎的 r o m a 就是
天气很好。那 Alex 这边讲说，仿扎果罗米阿阿尼尼，阿尼尼指的是现在哈。可是因为他讲说罗米阿嘛是气候，所以讲的是今天哦，当下的哦，今天天气很好，防赞哦。我不知道，呃，如果说有那个旁听的学生，或者是说初学的不明白要问哦，我怕这边会搞混哦。如果讲今天，有的人会讲说啊，尼尼阿鲁米阿，讲今天的天气，或者是讲今天这样子。可是这边是颠倒的，鲁米阿塔尼尼，它会指的会，它的它的意思会分开哦。所以这个鲁米阿指的是气候，那这个阿尼尼呢，指的是当下现在，也可以指今天这样子哦。好，希望你能明白。好，第二句，房扎的果鲁米阿萨尼尼，个房扎的哈，加一个嘎，个房扎的果鲁米阿萨尼尼。好，今天的天气一定要好。好，我想一下哈，这一句会不会有问题？其实也不会哈。你看哦，这个其实也表达是说我们的期望啊。因为我在对你说，那我们可能，呃，可能明天可能今天要去露营啊，然后我说出我的期盼，就是我对你强调，在说“个方扎的国鲁米阿萨”，你这个其实有一点像说出我的愿望啊，那其实还是强调，可是这个很难去做那个哈，跟我的这个 PPT 这个咖喱巴哈吉，那这个其实是人可以解决的哈。不过像 Aaron 这个是，其实这个人没有办法解决，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这个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哦。所以，但是他这个就变成一种心愿了。帮助的国民阿三尼，我只是强调今天的天气一定要好，但是如果它不好，我也会就是我也会接受，就是说出心愿而已。好，第三个防炸了，好，一定要好，这个就是如果说防炸了，防炸了，说的就是你哦，跟我说话的你，哦，所以我对你说个防炸了，就是嗯、一定要好，是说你一定要变好，你可能是心情不好，哦，内心的，或者是说身体不好，那我就命令你一定要好，防炸了。有的这个部落，我们部落也会这样讲哦。好，选在哪里？好，我们请 Ofat 来念你的例句。方是紧的，它很香。各方是紧的，它一定要很香。各方是一定要。好，这个好，方式行了，这个是没有问题哦。像这个也是常常讲哦，就是刚洗完澡，或者是女生喷香水哇，方式行了讲它很香，这样这个没问题。所以这个方式其实也是独立的形容词哈，不会说你方式或者是什么方式不会，独立就可以使用了。方式行了，或者是方式解音呢？或者是方西吉巴奈这样，巴奈很香，妈妈很香这样。好，第二句，嘎方西金让，它一定要很香。好，那我之前哦，我之前有一直跟各位讲说，我们在造句的时候哦，还有就是我们在看人家的句子的时候，呃，你可能会觉得很怪，就像那个包含这个 Alex 或者是无法的这个第二句哦。我们这样单独看哦，如果没有那个场景的话，会觉得很怪，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看到，就是你自己去凑那个剧情啊，就是要有意境就对了。嘎方西行了，就是他可能平常都很臭，然后我再跟你讲，嘎方西行了，就是他一定要很香啊，哎呦，不然怎么办？这样就是这个就有一点像强调这件事，但是它不是命令，我只是强调嘎方西的它一定要香啊。那我对象，我跟你说话嘛，对象是说他一定要香，那个不一定是他哈，任何人都可以，校长啊、学生啊、警察都可以啊。就说搞方式起来，就是那个场景可能就是他平常都很臭啊的意思啊，或者是说他平常都不洗澡，所以我才有可能会讲这一句啊。那你可能是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朋友这样，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哎，我要搞方式是那么这样，那么一定要香啊，就是这样，就强调这个句子啊。好，第三句啊，搞方式，搞方式，这个是你哦。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搞方式就是你哦。那这个也是一样哦。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要就是当我说哈这一句没问题的时候，各位如果你觉得很怪，你就去凑那个场景哦。就是我说哎这句没问题的时候，可是你会觉得很怪，那你就去凑那个场景，就是去让这个符合到你的那个所想的意境里面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上次有讲过，就是那个目的是希望你会用，以后遇到类似的状况，你就知道要怎么用。因为你知道，你已经知道那个意境了，那个处境，你能够去让这个句子进到那个你的那个所遇到的事情里面，这样才能用嘛，对不对？好，可邦西就是一定要香。那指的就是你哦。那也就是说，你可能，我们可能哈，我们可能要去某个地方，比如说要赴宴，喝酒席哦，不能臭臭的，所以我就跟你讲，搞方西斯，要香一点，这样好。好，那我们继续哈。好，请祥威来念你的例句。好，礼巴哈吉娃娃，孩子很开心。咖喱巴哈吉娃娃，孩子一定要开心。咖喱巴哈一定要开心。好，然后我们来谢谢祥威哈。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祥威的这个句子哈，礼巴哈吉娃娃。那因为呃娃娃啊，我们通常都使用那个钴矿那个格位标记啊。一般来说，我们使用那个鸡的时候哦，是使用在自己的那个亲属，而且是长辈，就是辈分是比你长的，比你年长的。那娃娃的话呢，虽然是跟我们像我来说一下哈，就是如果说祥威在说一件事啊，比如说他跟我讲，比巴哈吉娃娃，他不能用鸡哈。如果这个娃娃是跟你有关系的话，也是一样用菇哈，用菇，比巴哈吉娃娃哦，用菇 KO 哦，英文字母的 KO，不能用鸡。那除非是人名，或者是跟你有亲属关系的长辈，哦，就用鸡。比巴哈吉赢了有没有？妈妈是长辈，那用鸡，跟你有血缘关系的。那你把它，也许你指的这个娃娃是跟你有血缘关系，不过它是因为对你来说的话哦，它可能是你的下一代，或者是比你小的，那就是用姑，用姑哦。
所以把它当做普通名词就对了。里巴哈古娃娃这样，或者是里巴哈古一闷，警察很开心。里巴哈古信息，老师很开心，都用咕哈。好，第二句呢，就是就那个只要有嘎就是一定要。这边也是一样，这个格位标就用咕。好，第三句就没什么问题啊，里巴哈一定要开心。好，所以这个要开心的那个人是跟你说话的那一位啊。好，那我们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还我那个写了2个，不好意思啊，来。好，里穆拉吉福西，牧师很开心。嘎里穆拉吉福西，牧师一定要开心。嘎里穆拉一定要开心。好，以上。好，那个，所以秀兰姐，你们的那个里穆拉是跟那个里巴哈是一样的，对不对？一样开心，对。好，那我觉得比较有疑问，就是那个牧西安的那一说里牧师，你们是用你的格位标记是用鸡吗？习惯上是用鸡哦。古牧西啦，应该是牧西，古牧西。应该是哭，对不对？嘿，对。还是你回想一下，你们都是习惯用什么？吉福西，它不是古福西，咖喱巴哈古福西，咖喱巴哈吉福西，也有啊。也有吗？我们也有用到吉福西。我就不纠正你的那个习惯哈。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我这边的那个原则哈。一般的话，因为像我不能说对还是错哈，我只是说那个我这边的原则而已啦。像牧师的话是普通名词嘛，就好像那个老师啊、校长啊、以心，我们都是用姑，因为它是普通名词。对，里穆拉哥以心里穆拉哥米迪利赖我们都是普通名词的话都用，就是一般名词我们都用姑这样子。那没有硬性规定要用你再说一次。我说亲属的话就是要用古，要用吉，就是还比你大的，就是吉嘎扎，就这样子。对，那个人名的话就是用鸡这样子。还有那个吉姨啊、吉阿公，就是你的长辈。还有像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嘎嘎也会用鸡，吉嘎嘎这样。嘎嘎，对。然后乌沙发就没有用鸡了呢。我们习惯就是用菇。还有嘛，这个娃娃，像那个你上面那个祥威写的那个，也是用菇这样子。好，以后注意好，谢谢老师。不会。好，反正只要有嘎的前缀的话，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哦。好，嘎里穆拉就一定要开心。好，这个也是不会很难哦。好，那 OK。那这边其实要注意的哈，就是说我再重新说一下哈，有一些字，就是说可能有一些部落哈，或者是说亚群，我们阿美族有5个亚群嘛，有一些亚群会把这个礼拜号可能会放到妈型里面去哦。不过它也是可以独立使用的，所以就是说有一些部落会用，像那个蔡宗涵那边他写马里巴哈国法，对，他会用那个用妈哈。对，那他也有用独立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一些状况会是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有下载我们的 PPT， 像这一次的有吗？我看一下。有啊。
就是我看一下哦，有，就是我们那个 PPT 最下面哦，最下面的第2页还是第3页，有写到那个哪一型的，那后面会有，比如说像有受词的啊，可以加受词啊，就稍微加注一下。然后有一些是像中缀的，它有时候是妈型，有没有？那有时候是咪型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不用背啦。其实我也是用习惯的方式，呃其实还是要背一下，不然会抓不到重点。先背一下，然后背熟了就变成习惯了，大概是这样子哦。好，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好，那除了动词句型的话，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从我们一开始上课一直到现在5大动词的句型嘛，就是咪型、妈型、中缀，然后方向性的，还有独立的形容词5种的方式哈，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直接放在最前面哦。那现在再加一个补充句型哦，它就是形容词加后缀 n 的形容词哈。我们现在赶快找形容词啊，加后缀 n 的。好，那妈加上形容词，应该有吧？看一下，有啊。好，就是如果说妈加后面形容词字根，好，然后再加后缀 en，它的翻译就是觉得怎么样，或者是感到怎么样的。举个例子哈 ，rarum 是什么？可能是悲伤或者是忧伤、难过也可以哈，它是形容词。那它是妈型的嘛 ，mararum 就是形容很难过、很悲伤的样子。mararum gaku 就是我很难过，我很悲伤。那如果是 mararumen 呢？我觉得我感到悲伤，我感到难过，我觉得难过哈，就是 mararumen gaku。好，我再说一次哈，我先分开讲。如果我说 mararum gaku，就是我难过而已哦。mararum gaku 我是难过的，我是难过，或者是我很难过哈，或者是我忧伤。mararum gaku 我忧伤，或者是我在难过。好，如果是 mararum gaku 呢，就会有这个我感到，或者是我觉得。马拉罗门格库，所以它那个翻译上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哦。其实感受上，在感觉上也会不一样。好，那我来念这一句啊，马拉罗门格库杜尼亚什么？马拉罗门格库杜尼亚什么啊？应该是这样念哈。马拉罗门格库杜尼亚什么？好，我对这件事我感到很难过了。马拉鲁门嘎古，我感到很难过。然后什么东西呢？杜尼亚什么？对于这件事哦，杜尼亚什么？好，杜尼亚什么就是这件事。杜尼亚什么就是这件事。好，这个是妈型形容词字根后面加 en 的哦。然后现在就可以找了。好，翻译看看哦。好，那另外一个呢？好，我们往下哈，独立形容词啊，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独立形容词啊，后面加 en 也是一样的感觉。好像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例句啊 g e t t 所以我们不会，它是独立的哦，不是妈型，也不是咪型哦，不会咪 get 也不会妈 get 不会，它是独立使用的。好 ，get 真
这个就是感觉到，感觉感觉冰啊，给的就是很冰冷，给的真感觉很冰，感觉很冷哦，给的真个故，我感觉到很冷哦，给的真个故，然后对什么呢？多伽马艺术，对于你的手哦，多伽马艺术，伽马艺术是什么？受格、受词哈，伽马你的手哦。那 do 呢是受格吗？给的真格故 do 伽马艺术，所以这个加 en 就会，我感觉到，我嘎故感觉到你的手，感觉很冰哈、我感觉你的手很冰。给的真格故就是我感觉很冰。那什么感觉很冰呢？都伽马艺术，你的手对于你的手，那串起来呢？我觉得你的手很冰冷，很冰也可以哦。我觉得你的手很冰，觉得或者是感到。如果是这种触觉的话，可能要用觉得了哦。感到好像是比较内心的，所以那个上面的话，可能用感到会比较好，因为它是属于情绪性的哈。然后如果是触觉的话，就用觉得啊。中文的话用觉得会比较好。好，这两句试试看，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两句哈，试试看看中文翻译怎么翻比较好。找一下啊，这是妈型的形容词字根，然后一个是独立的形容词字根。那妈型的话，一样前面一样有妈，后面加一个后缀 n。那独立的话就因为它是独立的嘛，所以只要加 en 就好了。那如果是感觉的哈，身体触觉的，我们的就有嗅觉嘛，视觉还是什么觉？触觉、味觉，哦，这个都用觉得。那如果是属于情绪的呢，就可以用感到这样子。好，我们来试试看。好，好，请秀兰姐来念一下你的例句。Pahamakan kaku tunik kataini isu，我很惊讶你会来。Badatan kaku tuna nanum，我觉得水很烫。好，谢两谢句而已嘛，秀兰姐。哈。还。hammock 好，马 hammock 是什么？妈，它是妈型的字根嘛？对，马 hammock 就是也可以讲快乐嘛，哈，很喜乐，很快乐，很惊也讶。有那个看看你是在哪一个句子上面。好，马 hammock 过多年都你个带你数，好，这个什么因为我们来对照一下你的中文哦，我很惊讶你会来哦，所以这个读逆可能那个逆不要来，对不对？为什么不要？个带你数这样子，不要你有？不用。是哦。对，因为你知道这个，其实我这个 PPT 这个读逆啊，是它是受格，然后因为读 ini asma 就是它是合起来的。刚刚忘记讲这个哈，所以是对这，它这个读逆就是对这件有对于这件的意思哦，它是合起来。所以你这边的话，其实因为你的中文翻译是我很惊讶你会来而已嘛。如果说老师，如果说按照我的那个主语这样子翻中文的话，应该要怎么翻？读你的话，你来，你这次会来，你来的这件事，还是我很惊讶你这次会来是吗？可以用这次吗？
读尼，我想想哦，读尼，如果用这次的话，可以吗？读尼个带尼就可以。可以但么个个读尼个带尼是读尼个带尼是，所以你的中文就是要改。加上，再加上那个这次，然后换句话你这次会来，这次会来，对。OK。然后第二句法勒登个古多纳，如果是多纳的话，多纳拿弄。好，那我问你多尼拿弄可不可以？多尼拿弄，多纳拿弄，我觉得用那，多拉拿弄呢？多拉哦，如果这边就会有点模糊哎。多尼多纳多拉，因为我觉得水很烫，把它登个不多拿弄，这样，多拿弄就好了。多。如果说你看哦，我们来那个推论一下，你觉得那个水很烫是用感觉啊？想感觉嘛？触摸啊？触摸对不对？那就用读喝的尼啊，时候也是会因为它就在你的可碰触的范围之内嘛，对不对？那如果读拉的话就不适用了，是吗？对，就不适用了。读尼读拉不是用在这个地方。没有，这样，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合适因为我是看你的中文翻译了。对，那如果因为我觉得水很，把这个故，如果我按照我的那个主语这样子翻的话，我觉得那个水很烫，是吗？那个水很烫，是这样子吗？那你要用杜拉呢？把这个故杜拉那弄，就是我觉得那个水很烫。那个水很烫。对，那因为那个单位的话，我们就自己去看我们的那个物质是什么。我们的物质是水嘛？那水的话，它一定是不可能是一滩水嘛？哈，一滩水的话，你就对，也可以是一滩水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用单位去称呼它。那因为你觉得很烫，表示它是可以碰触的，它没有一滩在地上，所以它一定是一桶水，或者是一盆水，一杯水。所以你自己去写单位。所以如果你讲的是一杯水，那你的那个你要讲那一杯水吗？如果你要用有数量词，老师你这样子就是讲说有数量词在上面咯。没有数量。一杯水不就是数量，对不对？那是数量词啊。我刚说这一杯还是那一杯啦，那杯还是这杯哈？把这登个古杜拉那弄。如果我们的主语这样讲哦，如果我说把这登个古杜拉那弄，那你说的那个那弄如果是算杯的话，那你的中文翻译要学，我觉得那杯水很烫，就是你自己去，你的处境自己要那个，你自己去拿捏那个处境啊。这杯呢就是杜尼亚那弄啊，杜尼那弄，杜尼亚那弄这样。对，好，反正都好来。好，好，我们请吴发来念你的例句。Matukaan kakucinanan，我觉得他很懒惰。帮牺牲kakudunia lusai，我觉得这个水果很香。好，谢谢吴发。好，我们来看吴发的例句啊。它的字根是读嘎，这是妈形。那读嘎恩就是觉得懒惰。那读嘎恩个故，我觉得懒惰。
matuka engaku jingranan，就是我，好，我觉得他很懒惰。好，那为什么？你看哦，好，不用问了，我直接讲哦。matuka engaku do，你看哦，我们的习惯用语是 matuka engaku do，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受词，对不对？但是它的受词是第三人称，所以直接就用 matuka engaku jingranan，它这个是受格嘛？直接jingranan就直接就使用这个受格了。我在说什么？有听懂吗？好，就说人称代名词的时候，但因为它的中文翻译是说，我觉得他很懒惰。matuka engaku ji 不是jingla 哦，matuka engaku jingla 不对，要用受格哦。matuka engaku jinglanan 这样子。好，第二句呢 ，bangsis 它的字根是 bangsis。bangsisin，bangsis 这个是独立的形容词。bangsisin gaku dunia rusai 水果这个水果，我觉得很香哈。bangsisin gaku 我觉得很香。dumaan dunia rusai 这样的。好，这个没问题。那我们再看 Alex 的，请 Alex 来念。我的，马罗莱恩嘎古杜尼亚戴亚对这份工作感到疲累。我是登嘎古杜里在一所，我觉得你的问题很困难。好，谢谢 Alex。Alex 的字根是 rurai 哈，然后前缀妈好，但是妈是 marurai，就是 marurai 个故就是我很累。marurai 个故就是 marurai 我很累哈，或者是我累也可以。加 en 呢，我感觉很累。marurai 个故我觉得很累，我应该是这个肯定要用感到哈，因为它是一个情绪性的嘛。marurai 个故我感到很累，很疲惫，很疲倦，很疲累都可以哦。marurai 个故 dunia 什么啊 dunia 什么这个对于这份工作哈 dunia 什么对于这份工作 duni 对这个工作好。第二句呢 good shit 就是你这边写什么？很困难。good shit 我想一下 good shit 很困难，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我想一下 good shit 好很难，或者是还有一种叫做什么？爬上来，慢。爬上来。我们等一下，那再继续。爬上来困难。困难哦。对啊，good shit 就是困难了。我一直在想另外一个中文意思哦，想不起来。good shit，good shit 困难。good shit，好，没关系，我想到再说哈。那加 en 就是 good shit 登个 good 就是我觉得很难啊。good shit 登个 good， 杜马安多利在艺术对于你的问题，多利在就是询问哈，利在艺术你的询问，或者是我看一下，他这边写你的问题，可以了，因为他有个问哈，你的问题无力在艺术，你的问题，我写登个不独立在艺术，我觉得你的问题很困难，我写登个不，我觉得很难，我觉得很困难。对于什么呢？独立在艺术，对于你的问题，所以
串起来，就是我觉得你的问题很困难。好，好，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动词句型哦，然后这个是补充，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哈。好，这个动词句型大概先说完，然后我们现在进行到这个名词句型哈，也就是说哈，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不光只是使用这个动词句型哦，也可以使用这个名词句型的方式去开始哈。然后这个就自己看了。好，我们先进入这个四大名词句型哦，这是有4个。好，这个其实更容易在我们的生活对话里面说到。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以前有讲过嘛，就是格位标记的那个数格哈，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好，那有4个方式开头哈，用 u 开头的，还有 一 开头，还有 g 开头啊，要不然第4种就是用数字的哈，那不用格位标记。好，我来简单说明一下哈。那一般我们说乌的时候，乌马安啊，乌发灰是猪，所以一般来说它的这个都会用是来去做中文翻译哈。无形系即妈妈啊，那即妈妈的格位标志是什么？用鸡哈，鸡妈妈是爸爸啊，这个不是讲是哈，就是它是格位标记而已哦。那无形系就是老师哈，谁是老师呢？鸡妈妈，那妈妈的格位标记用鸡哈，好，所以我一样哦，我现在边讲，各位就可以慢慢写哈，用最简单的方式哈，无形系鸡妈妈。好，那这个妈妈呢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哈。我可不可以讲说无心系姑妈妈姑也可以哦？那爸爸是中文发音还是一样，爸爸是老师，可是这个时候的爸爸并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哦。如果我使用姑的话，所以一般来讲说，其妈妈就是跟我有关系的，就是我的爸爸了，有血缘关系的哈。好，第二种呢，一开头的，那一般来讲，这个伊鲁玛哈，它这就是在的意思哦，在哪里，在哪里？伊鲁玛，伊嘎林固，也不送这样的哈，在哪里，在什么地方这样？伊鲁玛过法法黑宁拉，法法黑是妻子哦，法法黑宁拉第三人称他的太太哦，伊鲁玛过法法黑宁拉，伊比蒂利兰过形系老师在学校。一比八一性安国一性啊，医生在医院这样。第三种呢，一样是用 G 开头，用 G 格位标记的开头，这个就有是的意思哦。像刚刚第一句哦，无心系及妈妈这个 G，我们不翻哈，它这个前面的这个无心系，这个是翻成是哦。那在这里呢，在这里头 G 这个格位标记就是是的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照顾安安努马古，好，我的名字哈，安安努马古是我的名字，好，几个照顾安安努马古，所以我的名字是普通名词，前面用格位标记孤，好，这个孤指称的就是这个啊，不是指称啊，就是它的格位标记哈，这个安安努马古的格位标记就是孤。那几家照安安努马古几家照哈，人名的话就用鸡哈，格位标记鸡。好，我们来看第4个哦，数字。我们说话有时候都可以用数字哈，这个在生活上也是常常用的。好，
杜鲁古瓦族尼巴奈，杜鲁古瓦族狗有3个嘛，杜鲁古瓦族就3只狗，有3只，杜鲁古瓦族。那这个单位的话，哈，就自己去凑啊。单位的话，自己去看你所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什么物品。铅笔的话，当然就支，对不对？如果是树呢，用棵，对不对？所以那个，但是在主语里面都没有这些字发，就是都没有这些字出现。那在中文翻译，我们自己去按照我们的对象去给它的单位啊。读鲁古瓦住尼巴奈哈，那巴奈的格位标记哈，用尼哈，这是什么？你巴奈这个是所有格哈，你呢？你人名的话用尼，那亲属长辈也是用尼。好，那个其实我还可以再多讲一个，那个复数的，像这个渣有没有？打造他们，咋嘎造？古巴法那爱，古曼杜巴这种也可以哈。乌除了这个4大句型，好像用复数的也可以哈。好，那这边有一个备注哈，如果是讲人呢，讲人的话就要那个哈，那个要用这个重复子音加啊这样的哈。打嘟噜打嘟萨，然后18呢，18lima enam，那比度呢，把比度这样子哈，就是你那个数字前面的那个子音重复，然后在中间加一个啊母音这样子哦。这个是使用在人的时候。好，那我们先使用这四个方式哦。复数的就不用了，因为我们没有写上去，我们就先用这4个练习一下啊。的名字哈，我的爸爸的名字是银匠。
不好意思哦，他没有写恩案哦。我的爸爸是银匠而已啊。好，第4个，杜萨过黑 cookie 诺导机，导机是老板，黑 cookie 是飞机，这个也是外来语。黑 cookie 杜萨过黑 cookie，那所以飞机的话用2架，单位就是看我们的就是东西是什么，就是用中文习惯性的单位去帮它加上去哦。可以说2只飞机吗？好像不太适合哦。所以2架飞机，要么就是2个飞机，那好一点就是2架飞机这样的。杜萨把黑狗给你倒地。好，我们请秀兰姐来念。有kakitaan si Akong， 阿公是头目。Iniaro Vaki Aku， 我的阿公在部落。Gisra Gungangan Numaku， 我的名字是史拉。Lima Kubudui Ni Dipus， Dipus 有5件衣服，我还有多一个。Dipus 有很多，应该是很多了，有很多衣服。Adihai Kubudui Ni Dipus， 老师我少写一个很多哈。好，谢谢秀兰姐哦。一样就是乌个给蛋，你的字有少写对不对？个给答案。应该是给答案。有少写。头目啊，嘎给啊，答案啊，对。那这个有的部落的头目是讲独木，他们直接翻哈。对，直接翻头目这样的哈。那这个其实各部落的习惯用语不太一样。这个我就不说对还是错了哈。好，第2句呢，以鸟拉古法给阿姑，所以你们的阿公是用法给讲吗？是啊。对，那么特别。好，法给，对啊。阿公呢？好呀，法给。是啊。像所以是哦，好特别。我们的阿公就是阿公啊，然后法给就是叔叔舅舅。他也叫法给。不会呢。如果是你看哦，像如果我说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哈，如果我已经看他，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感觉，如果他是我的就是年纪比我大，就是说可以当我的爷爷或是外公的，我就直接叫他阿公。那如果说我判断他的年纪是我的爸爸那一代的叔叔舅舅爸爸那一代的，我就会叫法给这样子。那我们那边是分开的。好。我们那边是分开的。好，第3句呢，吉斯拉功能啊，那么过好，这个就没问题。吉斯拉就是你的名字嘛。那第1、2、3，第4句，里马国服随你的不是有5件衣服。有5件衣服。里马国就衣服的话就变成件了哈，所以单位自己去那个改。好，里海国服随你的不是。好，这个是后面会讲到了。我们讲说那个因为阿迪海它不是那个很多。它是很多，它是形容词嘛。这个后面也会讲到这个。好，那我们就先休息啊，因为现在已经8点01分哦。我们待会再回来，先休11点。好，我们请Alex 在吗？回来了吗？嗨，几十度？有米的高外籍必要是小偷。以法沙红谷不是一束，你的猫在屋顶。以那么古巴西巴纳埃尼安，那么是我们的教练。那是8古米迪里山的星系，
老师有4位学生。好，谢谢 Alex。好，这个也都没有问题哦。好，那个你达高外，因为它这个是构词哈，然后字根是打告，打告是偷，然后它是咪形的，所以偷东西偷东西就是米达告赌马安哦，米达告赌什么什么东西哈。那如果是后面加爱呢？ay 就是米达高爱就是偷东西的人哦。如果是指人的话，就是如果是人的话，就是偷东西的人，所以就是小偷啊。好，我米达高爱接必要。好，第二句呢，一样是地点哦，法塔轰屋顶。比法塔轰过不是一束你的猫，不是一束你的猫哈。好。那这个一束也可以讲说努米数，努米数，那么一束是缩写了哈，努米数的缩写等于一束，不是努米数，不是一束，好，第三句即那莫，这个是人名啊，是呢，即那莫古巴西法纳，这个也是构词，巴西法纳，那个法纳是知道，然后它这个是什么？复合的前缀啊，就是巴西啊，巴西法那爱，就是教人的人啊，教人的人哈，不是让让知道的人，让你知道的人是法那爱，那我们就是通称叫做教练，那或者是传授，任何人呢，只要他的工作或者是当下做的事情是做教学，或者是说我在跟你讲一件事情，或者是我在教你练什么东西，这个都叫做巴西法纳爱哈。那至于你的中文翻译要把它做成把它写成教练，就是你当下的处境了。那个 X 的处境就是这个栏目啊，就是可能在教他跑步啦，或是打球之类的哦。那他就翻成教练，那是没问题啊。那我这边在讲是巴西法纳爱是不一定是在理解上哦，不一定是我们理解的那个中文的教练，他也不会，就是我们讲说，我们中文讲的教练，一般来说哈，都是有那种专长、有专精的哈，像那个健身教练啊，任何运动的教练啊，或者是只要感觉上好像有证照的那一种，我们都叫做教练嘛。可是主语里面那个巴西法纳爱，他只要当下做的事情是有在教的那样的感觉的时候，都叫做巴西法纳爱。口说的哦，或者是说做动作、做示范的，全部都是巴西法纳爱哈。好，巴西法纳爱念就是我们的巴西法纳我们的教练啊。好，今天莫古巴西法纳爱念。好，这第4句呢，38个米迪利塞诺信息，米迪利塞诺信息就是老师的学生有几个38。好，这个米迪利塞诺信息啊，这个是普通名词嘛，老师的学生，所以它的各位标志用估38个马鞍38个马鞍这样，4个人啊，讲的是人。好，该给答案。好，那我们请祥威来念你的例句。好，谢谢。吴先生及阿嬷，阿嬷是老师。伊达拉猪啊，你说你要去哪里？吉扫码，古安安努马古，我的名字是扫码。杜鲁古瓦猪及阿嬷，阿嬷有
阿妈的狗有3只。好，谢谢祥威。阿赖先生，好，那我们来看祥威的例句哈。有亲戚是阿嬷阿嬷是他的直系血亲，而且是亲生的哈，所以是阿嬷。那有亲戚是的也是老师，谁是老师呢？是阿嬷。好，那这一句没问题。第二句呢？伊达拉祖阿基苏啊，因为哈，你看啊，那个我们来看那个祥威的第二句哈，如果从中文看哈，你要去哪里？它其实是个问句，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是直述句。你要去哪里？如果我们问别人哈，你看我刚讲，我都已经讲说那是问别人了，你要去哪里？这个一定是问嘛。所以问的话，第一星个没有星，你的意思是说应该要放问号是吗？还是说你要去那里？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去那里是吗？我看一下。哦，你没有口字好，所以你要去那里啊。是吗？然后那个，因为哈，打主啊，如果说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去那里哈，那你的那个主语这个就不能这样写。好，那我们修正哈，因为你这边写达拉族啊，达拉族啊就是去哪里的意思哎。老师，我是不是少2个那个点，就是拉长音的那个2个点？达拉祖啊，给书啊，那也不对。也不对。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都是问句。其实这个字啊，达拉族啊这个字啊，我想一下哈，几乎都是问句。我想一下，什么时候不会是问句？达拉族给书，你要去哪里啊？达拉族给书，几乎啊，我这样想到的，几乎它都是问句。所以如果说达拉族给书，这个中文就直接后面加个问号，然后那个那里改成口字旁那个哪里，你要去哪里这样子。那这个跟我们要写的这个例句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你这个一后面要写地点。以不松技术这样，台东嘛哈，你在台东这样，你在台东，以那个达主要改成地点啊。好，对，因为你写达主要就是去哪里，就变成问句了，它一定会变成问句。所以你写一个地点，以龟山技术，以龟山技术，你在龟山这样子。那一般来说哈，如果我们用第二人称呢，你看我在跟你说话哈，如果说我们把你的那个达拉朱啊改成地名的话，我们讲桃园好了，以桃园结束，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以桃园结束，很怪对不对？我怎么会跟你？我明明在跟你说话，可是我又跟你说以桃园结束，所以它会正常的话应该要变成什么？应该要变成问句，以桃园结束，你在桃园吗？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话嘛。可是我在跟你说话，我不可能讲直述句，讲这个以桃园结束。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啊，所以我不会这样说话。所以那个结束可以改成他以桃园进了，以桃园去改造。那这个的前面有可能是你在问我说改造在哪里啊？那我就跟你讲，以桃园去改造在桃园了。这样，你这样讲，对。祥伟，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可以。对对对对，就是说，因为我就在跟你说话，我不可能跟你讲说你
你在台东。嗯，如果我讲好这句话的话，应该要变成问题，你在台东吗？这样才对啊，因为我就在你眼前呢、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你的第3句哈，去扫码公安安的码这个字没问题啊。来，去扫码，我的名字就叫扫码哈，去扫码公安安的码所以祥威也叫扫码是吗？对，好，所以扫码这个字是男女生通用的哈。好，那第4句呢？独入孤阿住，好，你的中文翻译是阿嬷的狗，阿嬷有3只狗，哦，好，阿嬷的狗有3只哦。不过你这边的那个格位标记哦，独入孤阿住应该用哪一个？那个这个叫所有格哦，谁的什么东西，谁的什么东西，这叫所有格哦。我的钱，我的手机，我的耳机，我的眼镜，那个叫所有格嘛。那我祝你阿嬷用咪，所有格的话用咪，有没有看那个 PPT？人名也可以，也是用咪。好，那我的直系血亲的长辈也是用咪哈。你把那人名用咪，还有我的直系血亲的长辈也是用咪。你阿公、你阿嬷，我祝你阿公，我祝你阿嬷，都是用咪哈。如果是老师呢？老师是普通名词，就用努，对不对？独入国主努星系就变成这样子哦。只要普通名字都用努了哈。好，好，然后这个要改一下。好，这个大概就这样子哈。其实不会很困难。那这个其实常常使用。好，那个4大名词的句型大概就先这样子哈。这个后面也都会讲到，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那个焦点名词哦。我们直接看这个好了，我直接用念的。这个什么叫焦点哦？焦点就是那个在一个句型里面哈，在一句里面，把那个主词的位置哈，这个焦点就是所谓的焦点是什么？就是放在主词的位置的那一个东西的那一句话，叫做焦点哦，放在主词的地方，然后让它变成这一句的焦点。好，也就是说，这个焦点就是这一句的主要含义啊。也就是说，少了那个含义，就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样说可以哈。好，没有关系。我们先看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哈，把它记起来就好。什么是焦点？就是放在一句话里面的主词的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呢，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一句是什么意思。这样。老师是不是主事焦点？是啊。是哦。是啊，对。好，那我就翻到下一页了。好，那个我们现在哈，预备一下，我们就是做练习哦。那我们待会的练习呢，会有5个东西。好，我先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哈，会有5个东西。然后，如果说你打字较慢的话，这个字根、构词、词组，这个就不用写，中文的这个就不用写。不过你就按照顺序哈，就是你只要写字根就好了。然后字根的意义、字义哈，这个前面这个有看到我的滑鼠吗？这个中文如果你打字很慢，这个中文字就不写哦。那你写那个标号就好，就是1、2、3、4、5这样的，有5个东西哈，我们慢慢写，然后我也是慢慢说。主要就是让我们可以去
就是说比较有架构，从字根，然后构词，然后就变成词组。好，我就用这个 denir 来做示范哦。我的字根就是 denir 的中文意思就是听耳朵听 denir。然后构词呢 denir 是用 mi 型的它是 mi 型的那个动词嘛，听mi denir 就是主动的听mi denir 就是听的意思那词组什么叫词组词组就是我常常讲片语啦，我有时候不习惯讲词组，就是没有阻隔的那个就叫词组，而且这个词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对话里面，尤其是就是说不是上课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在我们平常生活常常讲。比如说你等一多拉丢，比如说我们是一起生活在我们的家里面我说你们这个招，你可能就会回我这个词组等一多拉丢。那为什么可以用词组去说，然后我听得懂？因为我们就在一个环境里面，或者说在一个处境里面，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所以我就用很简单的方式回你。那这个但是里面没有主词如果说我单独讲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处境，我讲这句话你听不懂。你等于多拉，如果我看到你等于多拉丢，一定会不懂等于多拉丢，那我一定会问说什么谁啊？所以我就会听不懂所以我还问你谁听歌为什么听歌，在哪里听歌，就很多问题会产生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阻隔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这个是在没有任何处境的状况之下会发生的问题。但是我刚刚说，但是这种的方式词组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常常发生是因为我们有处境，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就在生活嘛。我们是好朋友，然后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可能会问你说，你然后你待会要干嘛？你可能就会回我这个，你等于多拉丢你可能要打发时间，用这个听歌来打发时间，所以你直接跟我回这个，你等于多拉丢这样子我主要是要说明这个词组的意思啦。那就是说它没有阻隔，那这个要很小心使用一般都是对于同在一个相同处境的地方才会使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我常讲的那个片语我常常都把这个词组用片语去表达那种片语。好所以待会我们要写的是什么？第一个等于了字根，然后呢构词你等于了，我们先用咪的我们这次先用咪的然后词组呢你等于了多拉丢或者是你等于了多卡拉 OK 都可以你等于了多苏阿尔尼阿贡都可以但是字根要换你的字根要自己找。好，你看吴发很厉害我还没讲完他已经写好了，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很简单。好，那第四个呢，主事者焦点你等于来多拉丢就是要让它变成它是一个人物焦点。我们现在讲人物焦点这个是等于多拉丢，它是一个动作嘛。那听歌的意思等于多拉丢听歌，要让它变成人物呢，就加一个人等于来多拉丢就是听歌的人加了一个 ay 而已后缀等于来多拉丢，所以它是人物焦点嘛，主事者焦点。好，变成句子最后一句就是句子，然后让它变成句子。我们直接看这个中文听歌的人是妈妈。我们用鸡但是不一定用鸡了，反正你的后面这个呢，就是人物焦点
米登耶来多拉六，米马安来多马安这样子哈。你写的是几马或者是五马安古米马安来多马安这样子哈。是什么？干什么的人是谁？干什么的人是什么？做什么的什么是什么？这样子哈，听得懂吗？好，慢慢写哈，听不懂再问我。我们现在来看那个，请那个欧发来示范一下好了。好，请欧发示范一下。是跟姜炒豆豉米酱炒池煮米酱杜沙灯炒菜，主事者焦点米酱奈杜沙灯炒菜的人，句子几把奈古米酱奈杜沙灯炒菜的人。好，谢谢欧发。好，就这样子哈。那这个其实好，欧发跟举手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如果我们有旁听的人是在初学的哈，你也可以做练习。这个其实是要去帮助你去架构我们对于阿美族语的认识啦。那这个其实还蛮有用的，对于初学的人来说哈，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从字根开始的。好，我发这边的字根是这样草的意思哈，因为它是咪形，所以变成动作的时候就是咪将，这个也要在那个如果没有咪的话，我们很难用在那个句子里面，所以一定要先构词，所以要先知道那个将是咪形还是妈形哦，所以它是咪形是咪将，就是要炒的意思哦，炒东西的。好，那变成词组呢，咪将的拉邓，所以我也可以问无法达，我说你们进来是，他可以直接回我，咪将的拉邓，好了哈。那为什么我会听得懂呢？因为我们可能都是在同一个处境里面，就是说他听得懂我问的是什么？好，明白进来说，咪将的拉邓就是用词组讲哦。就是我常讲的片语了，刚刚有说哈。好，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个不论没有在跟你同一个处境的人，会听不太懂，因为没有阻隔之类的。好，那让它变成这个人物焦点啊，就是米江多沙邓是炒菜的意思，如果变成人呢？就是炒菜的人，那怎么说呢？米将爱就是加了 ay 哈，米将爱就是邓。好，第五个，几把奈，好，是把奈哈，把奈是干嘛呢？后面这个它的这个主词的格位标志用孤，哦，用孤马安哈，几把奈孤什么什么什么哈，这是焦点嘛？干嘛的人这样子？你将来都是邓，就把那股你将来都是邓，炒菜的人是把那。好，我们请秀兰来示范。秀兰姐，好，秀兰姐来，其实都嗨，咚咚敲，咪咚咚也是敲，咪咚咚的什么棍，敲铁锤。第四是咪咚咚该躲什么棍，敲铁锤的人。第五个是吉嘎嘎古咪咚咚该躲什么棍，敲铁锤的人是哥哥。好，谢谢秀兰姐。哎，大妈都好，嘟嘟，它是咪型啊，咪嘟嘟就是敲是哈。不过这种敲这种敲是，我要说明一下哈。如果是敲门，就不是咚咚啊，这个咚咚是那种这种啊，这个叫咚咚啊。就用铁锤敲吗？对啊，
铁锤敲嘛，就是咚咚啊。哎，我只是要，因为那个我是要解释一下那个敲啊，因为我怕有的初学的会说那个敲门有没有？咚咚，这个不是咚咚哈，咚咚是那个会很大力的哦，就是那种，这叫咚咚。不管有没有工具，敲门的叫做什么？米公公对吗？公公还公公，对哈，哎，公公对。所以这个不是公公啊，公公讲米公公，那或者是这样子哈，米公公是敲哈，所以那个也是蛮特别的哈，那个阿美族的那个，可是那个在中文里面都是敲哦，所以我是稍微想到稍微解释一下这样。好，所以第三个呢，米嘟嘟嘟什么棍？什么棍？我们用什么棍？铁锤啊。哎。啊，是米嘟嘟嘟什么棍？那个，我这个哈，我们来稍微理解一下哈。如果说你看到那个薛兰姐，你的动词，你的构词，那个动词是米嘟嘟，对不对？对。所以你是用手嘟嘟你的铁锤吗？找一下铁锤有没有铁锤啊？举个例子哈，如果按照你的那个句子啊，米嘟嘟嘟沙木棍哦，这个是我的铁锤啊。公鸡啊。还，那我米嘟嘟嘎咕嘟沙木棍也是这样呢。是哦。我在敲我的铁锤，所以你的意思是使用铁锤吗？还是说敲我的铁锤？使用铁锤来敲啦。哦，什么功夫是比咚咚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哦。对，要变成这样，因为你这一句哈，你可能你要说米咚咚咚找一个东西啦，不要用烧棍，就是抖法瓦汉也可以啊。我在敲，我就是拿铁锤敲门哦。米嘟嘟嘟法瓦汉，或者是米嘟嘟嘟随便一个东西，因为我要理解一下你要说的是什么。我再讲一次哈。你刚刚是要表达是说拿铁锤敲东西嘛？对，就不是这一句了，因为你这个是你嘟嘟，你在嘟嘟你的铁锤是这样的，不是拿铁锤敲你哈，这个还是要理清楚哈。好，那没有关系哈，我们就这样子好了，就是。老师，我又讲什么嘟嘟嘟巴拉可以了哈。好了，写下敲桌子啊。好，我们就写米嘟嘟嘟巴拉，就是敲桌子哈。对。然后第四个，敲桌子的人就让它变成这个人物焦点哈，主事者焦点。像我正在敲桌子，那我就是那个人物焦点嘛。米嘟嘟该嘟巴拉，敲桌子的人。然后第五呢，解扫嘛，好的名字叫扫嘛，解扫嘛，过米嘟嘟该嘟巴拉。敲桌子的人是扫码，或者是嘎嘎，去嘎嘎，过米嘟嘟该嘟巴拉，这样子啊。好，那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句子练习。Sadiq 老布采集 ，Sadiq 老布采集 ，Sadiq 多阿发捞虾子 ，Sadiq 盖多阿发捞虾子的人，即嘎造国民 Sadiq 盖多阿发捞虾子的人是嘎造。好，谢谢 Alex。好，这个都是一样哈，反正我大概说一下，它的字根是 stick 这样的哈，捞捕，我们阿美族的那个 stick 哦，采集捞捕，那它是咪形的 stick 这样子啊，所以我说啊 ，Alex 你忙其实然后你等一下要干嘛？你等一下要干嘛？你忙其实你可以跟我讲 mistake 的阿发，就是很简单的方式哦。mistake 的阿发，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对话里面，其实很容易用到这个词组的方式哦，因为我们都在一个生活空间，在一个处境里面，所以很容易用这样的方式哦。所以我们一般不会说，如果是问 Alex 说，你妈你说
你们几个早，然后你不可能跟我讲几个早过 mistake 的 alpha， 你不可能会跟我讲这个。好，那你会直接跟我讲说 mistake 的 alpha 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练习这个呢？就主要是说，要去结构我们的句子了，因为我们的对话不可能永远都是在同处境里面，所以不可能都是永远用词组说话。哦，一定要有主词啊、受词啊那些要完整的句子啊，我们才可以在不同的那种环境里面去跟人家对话了，主要是这个目的了。那我刚刚说的那个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用词组方式去做应答这样子。好，所以你 stick 的话成人物焦点的时候，就是加 ay 那个动词后面加 ay 哈。mistake 度 afar 抓瞎子的人，捞瞎子的人。好，所以句子就是几个照顾 mistake 度 afar。打造捞瞎子的人是打造这样子。OK， 很简单，对不对？那我是希望我们旁听的学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练习哦。这个是可以去架构你对阿美族语的这个句型的这个结构。好，我们往下。好，接下来呢，刚刚是这个人物的哈，那我现在用那个动作哈，动作焦点哦。那这个后面这个可以参考一下，让它变成动名词，用动名词的概念思考，这个就是像英文的这种概念哦，动名词一样哦。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跟一样是等业了，我们刚刚也是用等业了哈，那我们现在也用等业了，动词没等业了，然后呢，词组没等业了，多拉就也是一样哈，都跟刚刚的一模一样哈。那刚刚是主事者焦点、人物焦点，对不对？它变成一个人，那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动作哦。前面因为它是咪型啊，变成动作 B 咪 B 哈，咪 B 玛嘎这个后面会讲咪 B 比登耶尔多拉六就是要听歌的意思哦，比登耶尔多拉六。好，那这个也是词组哈，因为也比登耶尔多拉六它是一个动作，那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就是用这个概念哦，变成一个名词就对了。所以我们来看那个句子哦，直接从句子来看哦。我们从这个我先念好。Unanam no singsi ko pitengir dorasiu。Unanam 是习惯，Unanam no singsi 老师的习惯。哦，Unanam no singsi 老师的习惯是什么呢？pitengir dorasiu 是听这个歌。那这个就让它变成名词了哈，就这个动作它是一个名词，让它变成一个名词。这个也是常常讲哦，在部落里面，其实老人家最会这样讲哦，把这个动作变成一个名词，所以它的格位标就是用咕哈，咕等于多拉六，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前面就是你待会自己去想它的结构。这个动作呢是老师的习惯。乌那那木星系，乌马安古那那木星系，比登耶尔多拉六听歌哈，比登耶尔多拉六哈。所以因为我们刚刚是用咪型嘛，所以在这个变成动作的时候，我们前面就用 B。乌那那木星系古比登耶尔多拉六，这样子啊，来试试看哦。看看可不可以？你可以用你刚刚的句子啊，你刚刚的那个例句去做
去做修改，看看会变成怎么样子。所以刚刚的，好，蔷薇，你的这个是什么？是修正吗？啊，不是要那个人事主事到底吗？哎，你现在写的是刚刚的吗？我主事的焦点吗我？很认真的想，很认真的写，好，可好，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好，我们来看哈。好，我先把 PPT 先转过来哦，你参考一下。萨拉玛，萨拉玛是玩哦，它是咪型的动词字根哦，所以萨拉玛就变成一个动词哦，所以它是构词咪型哦，米萨拉玛就是主动的玩，主动的玩。好，米萨玛提伊呢？嗯可是你有主词哎，你有主词，你有主格哎，所以你应该用那个用词组。其实这个已经是 Mr. Lamati， 那它虽然是词组，可是我们改一个好了，就是 Mr. Lamatu 玛丽好了，玩球 Mr. Lamatu 玛丽就是玩球的意思，玛丽就是球嘛。好，那第三个哈，我们要对照一下 Mr. Lamatu 玛丽啊，你的意思是说米萨拉吗？杜玛丽吉伊娜哦，还是吉伊娜不要了？那不要，因为太复杂。我们所谓的词组就是说它没有主格，它就是哦，一个，好，明白。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动作这样子。哦，好，阿赖先生。好，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了，就是说，米萨拉玛丽就是玩球的意思哦。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让这个米萨拉玛丽变成一个什么主事的焦点，就是人物焦点，让它变成一个人。米萨拉玛丽它是一个动词嘛，要让它变成一个人物焦点，就是让它有一个的人的意思哦。哦，所明白。以加一个米萨拉玛爱杜玛丽，那哦，你就用妈妈就好了。吉伊娜就第五句的话就变成吉伊娜古米萨拉玛爱杜玛丽，这样就可以了。好，来了解。好，谢谢，谢谢。来，那我们没关系，那个蔷薇你就慢慢写。然后我们先来看那个，好，那个秀兰姐，你换了字对不对？对，其实好，没有关系。好那请你来念念看啊。好，登录位编织，米登录位。第三是米登录豆腐队编织衣服，一样比登录位豆腐队也是编织衣服。那第五个是乌巴纳努盖因古比登录位豆腐队编织衣服是小姐的技能，可以这样子吗？对啊，对啊，没问题。对，谢谢秀兰姐。秀兰姐的字根是的奴位编织，然后它是咪型的，所以变成一个主动动词，就动词就是咪的奴位这样子哈。好，词组的话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词组是说动词后面一个受词啊，咪的奴位多玛安，所以一个海咪的奴位多，所以就是说编织衣服。我们这样讲的话会听不懂嘛哈，因为它是它是一个词组，执着而已。哎，除非我们在一个状态，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可以说阿尼尼啊，你可以直接回我们的诺伊多复苏伊，但是我如果直接跟你讲你的诺伊多复苏伊，你会听不懂吗？
是你要编织还是我要编织还是谁要编织，所以听不懂。对对对，是好，那第5句呢？那变成那个这个动名词哈，就是不是动名词啊，让它变成那个动作焦点哦，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名词 ，be 就是用 be 哈，me 变成 be 的 no way 多，所以就是要编织衣服的意思。好，然后呢，句子里面就是这件事哦，be 的 no way 多，所以这件事是小姐的技能，所以在主语里面就是我发那 no 该 in。就是小姐会的东西，那是她的技能嘛。我反正都该应古马安古比的努为古服对，对，编织衣服是小姐技能。OK， 好，那我们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连续练习，连续练习，连续读所有的班长练习阿美语，连续读所有的班长练习阿美语。Teman-teman Nomita Go连续读所有的班长阿尼亚练习阿美语是大家今天的课程。好，谢谢 Alex。好 ，Alex 的字根是林秀，这个好像也是外来语啊。林秀是那个像是日语，林秀练习。或者是 nanam 就比较是属于我们的主语哦。好，那灵秀在我们的后来的习惯就变成 mi 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它反正它就是变成 mi 型。对 mi 灵秀就是练习，主动的练习。好，那练习什么呢？让它变成词组，有这个动词后面有一个受词哦。mi 灵秀都说了no帮在。领袖是练动词，然后说到人的方法是受词，你领袖都说到人的方法，练习阿美语。好，那要让它变成一个动作焦点呢咪变 B 哈，比领袖都说到人的方法。好，那它没有阻隔，对不对？那我们就看看第5个，让它变成一个句子哈。那umaan ko比邻修都算了吧，比邻修都算了吧。它什么东西是练习阿美语呢？那们努米大好，那们这个也是构词哈，那是字根哈，那好，那们是所要练习的东西。我们所要练习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这个“孤”的后面哈，整个都是哈。我们要练习，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我们要练习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孤”后面的比林修都刷人的帮助啊，尼亚鲁米亚哦，他也加了这个，在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阿美语是大家哈，努米大家今天的课程，那们努米大，那们也可以当做是课程啊，所要学习的东西，简单讲其实就是课程。好，我们后面很快的请那个欧发来说一下好了。好，Kirim 找，米 kirim 找，米 kirim 读哇住找狗。bikin dua住找狗，我带了马姑姑 bikin dua住找狗是我的动作。好，谢谢发。字根是 glim 是寻找，所以它是 mission。那 miglim 就是动词，主动动词 miglim 多就找狗，寻找狗，然后变成一个动作焦点呢。咪变 B，bikin 多就 bikin 多就，然后句子我大家的那么过啊，我的工作啊，我大家了过过是我大家的那么过，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咕后面用咕去代表，就是咕的后面就代表你前面的这个东西嘛，这叫动作焦点哦。我大家那么咕bikirim dua住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常常老人家都会常常这样讲哦。好，这个是咪型的后面的话还有3分钟，3分钟的话，我怕这个会讲不完哦。那我们就那个等等看那个祥威的哦。祥威，老你有听师，学吗？嘿，我想请教你一下，是没有阻隔的意思是没有你我他吗？是啊，是你看哦，哦，我们再回到那个好，就是说，你看嗯哦，你等于多拉丢，我跟你说听歌，嗯，那你觉得谁要听歌？里面没有谁啊，对啊，就是没有阻隔啊，所以你会就是听不懂。就是你我他的那个意思就对了。没有那个主事的人，主事者。没有哦，没有接受的，应该要这样讲。有受的啊，你看啊，等于就是动词嘛，听对不嗯，对？哦，那叫主等于事者。嗯，受词是好，歌嘛，等于所以没有那个主词，没有你我他或是任何人。嗯，对对，这个好，我好好的学习，对。那这个我们都叫做没有阻隔的，我们都叫做词组了。就是片语的意思。对对对，我每次都会说片语，我每次都说好，片语，有没有？完了都，对，那我这边用词组，我们叫做词组了。那这个词有，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用。那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常用是听得懂？是因为我们同在一个处境里面，我问的你听得懂，所以你回答我的时候用词组回答，所以我听得懂，对不对？所以就不需要那个主格了，我们就用那个嗯，片语去跟，我只是在说明了，但是我呃们这个练习要，，OK，所以我好们就用这的，个去做架构这样子。好，阿赖先对，谢，所以我们的生活在知道我们的处境是相同的时候，我们只会用到这个字根，然后构词，然后词组，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那个。可是我们只能在相同处境的时候用到这些。如果我不知道我们互相没有在同一个处境，我就会听不懂，所以我就会需要有主事焦点啊，或就是要有要有焦点，才能够去结构一个句子。那这个是我们的逻辑啦，所以有5个步骤这样子。好，哦，就会更明白，对对对对对，哦，阿所以那个赖先谢，对对对，好，嗯，时间到了呢，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好了，就是上到这个动作焦点这边。那我们下一次就是往下上哦。Adalah tayo ni sa kopi nanam namita to suara no pang sahau. Alay hanu kita o minanama itu suara no pang sah. Wangan, 好，阿赖先安，谢，阿赖来，哟。alay.